困梦中，枵甲醒起来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我拄着猫老大。猫老大是我离家出走的，离家在外的头一个朋友，应该是吧。猫老大是这个鸡仔的霸王，伊化水的结冻，化米的变杂。伊教我一套生存的方法。伊讲，只有骗人较强、较歹，才会当伫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徛起，莫互人欺负。猫老大一直拢讲一句话，用拳头母来讲话。我足敬仰伊的，伊一直相信讲用拳头母来讲话这句话，拍拼，互家己变甲更强，强甲会使甲人踏伫个涂骹。我欢喜甲当做家己找着这个世间的真理啊！毋过我敢真正快乐，我拼性命咧了解我无法度达标的家己。时时刻刻拢会惊讲人会变甲比我较强。时时刻刻都讲不关系呀、不关系。我去学黑暗的家己行路。我对这个无实在的家己感觉足惊吓，足困惑的，足惊的，搁足艰苦的。